分享真多现场哦。今日了，大家小家咧就客家天师天样烟吼，诶播出来就系写一类各种成歌曲哦吼。第度吼也神上吼，作为戏剧咩吼，就会攀叙出也只角色咩。第度吼，刚下有讲的动作的咩吼，像刚下子妃啊，还有只剧出的角色啦吼，正经迄人也着七家，迄正经莫强用的啦。来讲起来的话吼，因为底下都。刚他讲到很感觉怎么大家人格都有问题的感觉，嘿呀，因为我知道哈，弟弟后上诶，某一发就会儿童就是时期哈，发生一件暗胎的事情，因为弟弟度就有人讲，人家就会杀人犯，嘿冇，按你阴影可能胎时间，其实大家填不退就填不退。每讲就尽量每讲，也其实就喺第度吼，可能大家因为也在戏剧唱喺细细听听，嗰时候睇细细嘅时间，可能大家就会低到，做乜嘅大家就唔讲咯，可能也就三剑客嘅感情用嘅是嘅因嘅人高雄也就散脱嘅，係唔係啲第度係有發生乜嘅？化学变化、感情啊嘛，因为伫太时间啊，看到人家就没有去自费给便利商店插包点好啊，插包点低度吼，前期的时间其实没有一点生疏吼，他的歌曲係唔係没会有一些疙瘩的低度？因为对那个叙述的角色来讲吼，其迄只较特别的角色，其按样讲呢，其戏台家嘅同学吼，就冇乜个动态样向，反而是迄个叫林如云本意较态样向。校花咩？嘿，故说嘅董强来请来讲，人家就来去请知府讲，那个佢要结婚咧，请佢来参加家嘅婚礼安样。我讲哦好啊，就去请佢。故说对我来讲，我冇乜个。冇妖冇劲啊！系冇妖冇劲用嘅，对。不过对佢来讲，係較太影響嘅事件用嘅，係啊。不過啲也在戲劇底度吼，其實家下有看到吼，就喺三位吼，啲客家天師周嘅咩算係一道嘅戲劇啊，還有主持啊，佢個角色特別就冇強用呢，像喺煙田少年吼，係從後生做到老，啊年嘅時間咩係？呀，師傅啦，冇後煙田少年，這16歲，誰都18歲，原來有都老年啦。老嘅時間係年啦。要做嘅冇得，冇呢，做小嘅拿出來。做小嘅大，冇啦。係啊，像喺冇強用嘅角色，像日白咩係？佢講喺特白啲下戲，像日白嘅殺青歌謠，係唔係唔會有轉過來嘅現象冇？即係按點清呢？最後。親會不會建議你有啦？人家搞 Kiyomi 嘅時間哈，盡量想辦法，就那個再拍的呀一張人煙哈，差不多，就冇想會老其他人就多任何的交集。這麼很孤僻嗎？沒有，我可能不知道，不是。想會做就是智慧給，那像給到底位度啊，有懂得會。就是壓力啊，然後全部都是封閉的沒。我覺得會的，我演戲的習慣都這樣。像我演員的時候，到後面我想說，那個更慘哦，一堆18歲做到65歲啊，啊，你看底位度有經幾十歲人呢，啊，經歷了不用勾神呢，慢慢可能會知道董先生爆炸，吃到周希哈，覺得慶滿足的啊，就會講都得體驗一個人的人生。這是我們平常沒有辦法體驗到。那智慧這個可能對我自己以前作為角色哦，那一般來講都會比較外放，可能都情緒。那這次對我來講，也是一種學習。我也在找說，用的張都得做出來呢，因為張細些吧，你要表現出來，中間因為他們給我的那個壓力啊，大上演課台啊，包括導演，他每個人都說你這個角色輕難。那個叫內心戲懂得哦，聽懂。因為馬該很多內心戲懂得，我們只有4集，你要怎麼樣把那個15年，比方說好了，智慧認為說，許信人啊，老幾來的全部冇關係，很愛好人家，因為愛講，太家來天數人的咩，阿沒做的。冇應該，迄前嘛沒時間。我講，我真嘅你啊，他喜也有天數，我就做得不用去少年之家嘛，個阿妹冇天數，佢冇賺來，給下老人講冇很愛阿妹，真嘅，然後阿爸過身以後，你就想講。唔講嘅動作會較輕嘅呢，動作啊，大家知道有過程，就難就會捱開啦。你講嘅角色的設定啊，壓力動態啦。不是，我覺得我真的有一點就是
可能吧。你要说有真多烟囱进入了天色的生发，我觉得就冇想要让人讲法，外面你做嘛啦，就唔想让人讲法。唔过像迄神上啲地度的话吼，就老脂肥较冇用，迄啲较外显的，较外显的。系啊，唔过安尼角色咩冇较好做，较好做出来吼。因为家个就变做应该用讲，就是家个角色较好的地方来讲，你做咧设定动作的可能迄习惯啊、手势啊、功法、方式啦，安尼。他有这个风格做得出来。做得安尼做得表演出来本，他用功法动快堂啊，系无？系啊，又唔好唔朋友。系啊，又好马西摩也唔对用。真紧又有洁癖。第一集的导给亮啥？什么2个人3个安尼很做的走的给片的嘛，还讲到哈。有安尼角色。本来那个脚本还骂个还个难堂嘞，然后就跟导演讨论过。不是人家内有熟悉了一些的。暗用黑毛。哎，较熟的喂，较熟。不过照理来讲，其实嘛，还有人安尼讲做就捧你。系啊。一把走过那个水。人听你讲那么久，系啊，还在那边一起唇枪舌战安尼啲讲。唔讲吼，一下来讲到正来吼，一下显色的神法，唐讲啊，神上很迄欣赏，系冇？下摆啦，下摆会下摆系上司吼，唔知其迄搞乜解冇？冲浪系冇？搞冲浪，下摆没有，不过较主要搞戏剧表演那样。戏剧那个艺术学院哦。对。你下就会欣赏呀。汉拜会高戏案用，就是有些时候我会到天师团没有，个经纪公司没有，个还有北艺大、台艺大，还有一些国中没有。不过伊他真定喺豆封面就伫个从司空那出错嘅。系啊。像爱替班俺妹有谈到就喺奈何去壮游的时间啊，谈到呀上映了，按缩丝喏，呀上映，因为神上期嘅上映都有辨识度啊，谈到你讲说哇按后堂喺慢年，你讲说哇神上我说。超过来就很应上映，不错。然后想到哇，你真嘅要动到封面目用用嘅都得去做吼，多元化，要做欣赏案嘞，哦，就冇像唔顺通嘅吼，就係啊，蛮耐去做吼，因为外景节目蛮耐就去，冇办法，哦 Facebook 定 po 啊，你薄利多销啦，冇像伊安尼做嚟做欣赏，多销嘅啦，他咪咪學一下，唔做唔搞嘅，好啦，唔講嘅，講係自閉症吼，人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圆满，跟来欣赏国修老师那样用讲，你就做一件事情。买酒去老国修老师里，你筹备啊，筹备冇高一，嘿啊，国修老师，我们怎么会聊到国修老师？没有，就表演啊，就受到欣赏啊，表演的传承。因为表演啲唔用啥嘅神风真定係清创业嘅人吼，都压下位置，压下就喊啲嘅表演咩？硬表演硬學啊，做欣賞沒有硬學啊，做學賞也沒有硬學。那他把位龍牙嘅學生嚟講，那壓下啲呀，這課堂上，人家得會師生嘅關係。不過出了教室，都冇一天嘅向下撲起呀，向下去試鏡啊，係都有可能嘅。不是人家係向下那種教學相長啊。唔過特別吼，啲冇向樣戲劇嘅地度吼，三位唔會想講啊，也隻地方應該去按嚟做較好，冇辦法就係用嚟做較好，唔會想講吼。中秋吼，你就自家來做一下透研啊，含喺之中。係嘛？唔會有安尼想法。過咧，我後來就想說，這一陣，最近這一陣在想，我想說，我想要上一下劇本，自家上一下劇本。想要做一啲文青嘅吼。咩講文青啊？有時吼，唔會想講，就像周杰倫啊，其他聊有冇？周希要做唱片弄，最後 MV 拍之後，想說，我現在當這個 MV 的導演，然後天陽，我覺得這是有一種是像自我引成長，還有一種就是吃到係有幾飛自家做嘅嚟吃可能可能嘛唔會炒，像你喺長條都面自家作品吼，安尼感覺嘅感覺。係啊，做的因為搭上演咧角度冇共樣咩，因為拍戲的時候每一個戲的導演就會讀到冇共樣嘅導演，第二個導演佢按用搞安尼做，讀到幾個時間可能講安尼唔好，可能要安尼，故說。演戲係就當主觀嘅咩？嗰時候係有幾分係想講，係想行向目標咩？唔會難啊，吃可能做的唔是發動我錢啊，你做的鼓勵兩萬的後生有咩共用啊？你做的寫劇本有時會講兩萬的戲用會安尼，用嘅做就安尼。冇法就自家下可能。哎呀，下可能嘛，有幾分你就對安用嘅方向去行啊，但唔會定係有業會做啊。真勁。唔講學根本啲學主要嘅學，我老太家小嘅就係寫
写一类各种成歌曲吼，也就戏剧吼，做对清明吼，两三老大家来推荐一下好唔？也讲安多，先啦，来共同都神雄好的啦，可以啦，来讲一下，那知道亚在戏剧迄东神奇，就是它的剧本很有趣，亚个场景又设定有一部分伊朗伊扮演，故事里面看到人想象中的伊朗伊扮演黑张用的情形，黑青神奇又有一个时代感的感觉就出嘅，故事咧喺nice做得看到咯哈。就俩礼拜六，我哋蛮有指标，每看每看凊彩啦。反正我拢讲时间啦，就是俩礼拜六下晝1點的時間會重播T10，當然冇看到你做得看，看好咧按部條10點半T20就定就做得看咧。香港T20當好看，係，我自己知道T20當好看。看一下冇按倒發資費，我真見啊冇我講講，錢當好穿。要不然唔是開動到台詞，真嘅係女性嚇，係女性戲吼，係較難一些咧。嗰陣大家吼，上會看到莫強樣嘅成上，莫強樣嘅3比嘅話，就做得吼廿禮拜六按部條10點半就做得來看呀，是嘅一類各種成歌曲哦。今日吼當什麼兩位來到現場，吼來大家分享很多，安子生，安子生，好，一下咧就停欣賞，強下來做運動了。